叫学姐。哦，他想说，可搞不好他看到他学姐啊。哦，really？ 那我真的是误会了，抱歉。是。你要问我什么？在刚才走红毯在想什么？就想说啊，不要跌倒，不要跌倒，不要跌倒，然后一直骂脏话这样。那刚才那脏话具体来说是什么？就是一些什么动词啊，或者一些哭啊之类的。一个字还几个字呢？都有，都有，对，各式各样。很流畅吗？骂得很流畅，非常。对。那有带什么幸运物藏在里面之类的吗？没有。忘记了，忘记带什么？忘记穿误了吗？哦，不是，我忘记带一个哦，因为之前我经纪人他们有帮我求一个像是紫色的就是保佑符这样的紫色的水晶这样，我就忘记带了，而且是被你这么讲我才想起来。哦。那怎么办？那就死定了。好，我先回家哦，大家拜拜。没关系，你还有金马的机会啊。对啊。金马可以再用一次。好，没问题，没问题。这件不会到很厚吧？我如果等下转一圈然后跌倒，我真的是会想死。上头版。好了吗？好了，大家 ready 了吗？可以了。我现在漂亮吗？漂亮。好，我要转喽。转。好，再给我一机会。好，预备，开始。有没有？可以吗？有的。很美，谢谢。我要坐车，拜。不会不安全感，但是我本人就不是一个这么 lady 的女孩子，所以就是各式各样的那个行为都要非常的小心，让我觉得有点痛苦。对。那你昨天睡得好吗？还蛮好，照样生活啦。没有，完全没有，因为反正一定不是我。我个人是还蛮希望陆姐这么讲。所以你的陆姐，对啊。请问一下，服装的品牌是哪个牌子 ？White Eller 的样子。对，它原本好像是一个婚纱店，但是它有非常非常多可爱的礼服，也有很有各式的造型。对，谢谢大家，谢谢。决定，因为我们试了非常多造型，然后决定这次还是以气质的方式来示人。对。那现在会紧张吗？今天？我觉得走红毯比较紧张，因为我刚刚速度踩到自己的裙子。对，我现在汗是不是狂喷呐？还好，很美，可以帮我擦个汗吗？好，不好意思啊。只有踩到裙感，不是还？没有跌倒。对啊，不构成跌倒。没有跌倒，因为我有问那个设计，不好意思。他的脖子可能也要擦一下。对，是因为紧张才冒汗吗？对啊，没有。其实我今天原本一点都不紧张，可是一直等到在那个红毯的最前面，然后听到有人在尖叫，就想说叫。